人講哦，拆家將冤債，毋過拆遷家敗。高雄鳳山一間飲料店開的發票，在2024年7、8月開出一張1000萬的得獎。因為新聞一直曝光無人去領獎，一個姓陳的查甫人伊就想空想芳，竟然找借口去到店面要補印發票，甲這個發票補印了後，走到銀行要領獎。毋過照規定呢，這發票愛正本才會當領，落尾是無成功。當時店家就通報國稅局，代誌才曝光。檢方也按照詐欺未遂罪，甲人起訴。建請法院判刑2年以上。飲料店刷找錢摕發票，高雄鳳山一間飲料店183年7月甲8月發票開出一張1000萬的特別獎，因為新聞放送到12月底特別過領獎期限啊，也無人來領。一個姓陳的查甫人就想空想芳，去找店家講正本的發票補破去，愛店家補開發票。頭家講姓陳的查甫人找2個朋友做過來，講是女朋友買，補開發票了後，佫愛印檔印啊證明，因為感覺代誌無啥對當，頭家就要求其簽設計師才補印過去。國稅局打電話跟我們查核了，冒領的人去銀行月繳，差點沒換成功啊！持有的是副本啊，就是我們補印的啊。因為唔是正本的發票，姓陳的查甫人去互銀行寄存領獎，落尾佫走轉來找店家如要正本發票，店家去調消費記錄，發現發票是一個老顧客丟的，遂通報國稅局，才個代誌出破。國稅局表示，補印的發票有的直接寫補印，有的是店家會當印啊註明副本。不是個發票得獎，敢若會當摕正本去領。金融當歸只要感覺有問題，攏會隨通報，千萬唔通親像這個案件共款，小貪兩家人。沒有正本發票，銀行會覺得很奇怪，那他就會通報給財政部印刷廠，那印刷廠呢就會當作異常對獎異常的案件處理。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訴，另請法院審酌被告巧取詭詐，破壞社會信任，請量處2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檢控認定姓陳的查甫人惡性重大，建請法院判重刑。國稅局強調，發票雖講會當補印一改，不過領獎一定愛正本，民眾會當多多使用雲端發票，避免發票遺失的困擾，佫會當響應環保。記者柯家族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